係咁被雙插。何俊仁話冇後悔撐政改。城市論壇傾超級區議員嘅選舉安排，咁除咗民建聯，個個都鬧提名門檻太高啊！點解政府呢？即係諮詢完之後呢，就要提15個出嚟？呢個係完全不必要嘅。民協仲話5個超級區議員應該拆散5區嚟選。就算商界、工業界都有商界1、商界2、工業1、工業2，我點解唔可以地區1、2、3、4、5啫？咁咧就唔係功能組別㗎咯，變咗咧點會唔係？就係咧當咗地區直選加多席啦。咁呢度咧係有個問題咯，法律唔係夾硬呃，你自己再諗清楚你就會明白咗道理真係啊咁啊。馮檢基、何俊仁、民主黨、民協係咪喺6月嘅時候係你哋主動提出，係你哋主動贊成呢個政改方案，係你哋話要有超級區議員㗎？點解原來啲細節你哋未傾好、未諗好就已經通過咗呢個政改方案？呢啲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嘅立法會議員。人個被鬧到冇晒表情啦，但就話冇後悔撐政改啊。林局長冇嚟維園，但就喺另一個論壇發表偉論。佢上星期話過，為普選一次過立法係唔可行嘅。不過，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就反駁，話既然07年中央已經定到2017同2020年可以普選，咁所以人大按下屆特首要求為普選一次過立法並唔係冇可能㗎。何俊仁就話，既然有得傾，政府又唔肯做，反映政府自廢武功，真係廢廢地啊。